奶奶，要是他有能力的话，我相信他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。要是他没有能力，咱们公司也不是养闲人的地方，还是再看看吧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先看看再说吧。顾家呀，顾家，我贺锦熙终于回来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顾西城了。哎呀，饱了。哎，累了吧？我们回家吧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一脸小怨妇样，谁又欺负你了？我不想回家。我家里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人。谁呀？家里来亲戚了？我姐。就是你那双胞胎姐姐呀？哎，你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她怎么搬你那儿去住了？哦，她最近出了点事儿嘛，想我给她帮个忙，就搬过来呗。但是我一丁点儿都不想看见她。你说你姐妹俩也真是的，明明嘛关系那么亲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小时候爸妈就离婚了，我跟姐姐都判给爸爸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生病，经常发烧，浑浑噩噩的。有一天醒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发现我和妈妈在一起了。后来我问了妈妈好多次，她都不肯说。再后来我妈就出事儿了嘛，那个时候需要一大笔钱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姐姐，想让她帮忙，没想到她骂了我一顿，还把我赶出来了。从此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。这次呢，她是有事想让我给她帮忙，所以就过来找我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帮她。他也太过分了，那可是他亲妈，他不仅不管，还这么对你。你说他这么差，你干什么还理他呀？为了我妈。也是，我有这么一个姐姐呀，我也不想回家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们去逛街，你晚点再回家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来找你。南哥啊，顾少。今天这么有空，陪兄弟们泡吧。平时你可是下了班就回去陪小嫂子呀。怎么样？吵架啦？能不能说点好的？我怎么就吵架了？那就是有好事儿呗。别提了，家里来了个女人，所以我不想待在家里。女人？对啊，锦溪的表姐刚从国外回来。纳尼？哎，顾少，长得好看吗？身材 O 不 OK 啊？长得挺漂亮的，不过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怎样 ？So what？ 哟，那你要是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。不好吧？小嫂子的表姐那就是大姨子，跟外边那些花花草草是不一样。大姨子呀，大姨子是不能碰，碰不好会出大姨妈的。好了，不说大姨妈了，今天咱们好好玩。干！苏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
没看见少夫人啊。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。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1、2、3，输了，加油！3比1了，推！俩进去啊！你好了，下来。你好了，行。又输了，哥。回家了？嘛去？哎，你演灰姑娘啊？回家了，这么早走？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！哎，真走了？喂，真走了？没劲！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